唔好成日笑人四缸啦，家陣唔係冇6缸冇8缸俾你賣㗎，貴啲啫嘛。718000可以買到一手全車原漆帶住隱形車衣，28000公里，舊年上牌，揀埋後輪轉向嘅卡宴 E-Hybrid， 電喺佢身上肯定唔係為咗俾你慳油用嘅，佢就為咗實現更加強嘅性能。咁當然因為機頭縮咗水咧，最終出嚟效果同普通 3.0 卡宴冇乜區別。咁見到黑紅嘅全真皮內飾，碳纖方向盤，大隻柏林 SC 就係 E-Hybrid 免費送嘅。咁你見到台顯啊、座椅通風、按摩、360度環影、前後排4區恒溫冷氣，呢個叫豪華組件升級版，39800。黑色車底行李架7002蚊，使咗15000幾蚊，你玻璃膜都慳翻。原廠嘅隔音隔熱雙層玻璃，就拎係最高性價比啦，21寸，送埋個油漆俾你，呢隻叫斷紋拍啊，先18000幾。如果你想試下波子嘅油電，又驚後期玩唔起嘅話，買架新啲嘅得啦。23年官方全車保修都到2026年啦。